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都只是暂时的显现，它们并非永恒不变，而是因缘和合而生，也必将随因缘消散而灭。执着于这些表象，只会让我们陷入迷惑与痛苦。若能洞察这些现象背后的空性，明白它们并无独立固定的实质，我们的心便不再被外相所束缚。这种不执着、不分别的觉知，正是内在智慧的开启。当不再被幻象所迷，我们就能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。这颗清净无染的心，即是每个人本自具足的佛性。它不生不灭，超越一切对立与概念。安住于这份觉察之中，便是回归真实的自己。生活依然继续，但内心已如明镜，照见万物，却不为所动。Namo Amitabha Buddha